啊 Rico 係咪 OK 㗎啦？OK 㗎，OK 㗎。好，好，咁首先多謝大家抽時間過嚟啦。咁啊我自我介紹先嚇，咁咧我叫 Louis 啊，我姓歐嘅。咁咧就我係08年9月1號加入公司嘅，係啦。咁我 recruiter 係樹安啦，咁咧佢係我太太嚟㗎，咁咧就冇去我喺度啦嚇。咁關於關於我自己可能。即係我諗，即係大家嚟聽，我諗最主要都想聽下，即係而家國內嗰個做法，或者可能咧就嗰啲高端客戶諗乜啊，點樣可以傾到啲渠道啊咁啊，係咪？喂我想問，我使咩嗌下口號先？我會擠詞嗰啲嘅。唔使係嘛 ？OK， 好，咁嗱，咁我就我諗分開兩個部分啦，今日嗱，因為我會主力可能。首先我想問咗先，有幾多位同事咧之前聽過我講呢啲即係關於做 sharing 嘅嘢㗎？可唔可以舉手？冇 ，OK， 好，咁我唔怕重複啊嘛，咁樣係啦。好，咁咧就關於我之前其實即係嗰幾個生意，咁我即係我諗會分開兩部分。咁第一個咧就我會講下，即係我由點樣去開始識到呢個人啦。因為其實好老實講，我 cold call 嘅喎，即係喺大陸做 cold call 嘅。咁 cold call 跟住咧就點樣識到啲人啦，咁跟住中間幫佢做嗰啲咩流程啦咁樣，咁後邊咧其實我會可能即係預翻啲時間俾大家各位問嚇，咁其實我覺得即管問係啦，我有問必答嘅，好冇？即係大家 affinity 都係自己人嘛，係嘛？好，咁就不如嗱先講下我點樣翻上大陸先啦。其實咧我由入公司開始咧，其實我諗我95% 嘅生意咧都係 cold call 嘅，即係我哋香港就打電話 MPF call 嗰啲係，即係阿 Ronnie 啊嗰啲都知，即係我哋嗰時打開 call 係啊。講白話有冇人唔識聽？可唔可以舉手？我講白話比較溝培啲嘢。係，我盡量講慢啲，我盡量講慢啲啦。係啦，就慢一點嚇。咁咧就其實係啦，我入公司嘅時間咧，我95% 咧都係打 cold call 嘅。咁其實因為我自己 network 唔多，咁同埋咧就我香港，即係我國內咧，其實亦都唔多人脈，亦都唔多關係唔多嘅，係啦。咁好啦，即係慢慢做到上去recruiter 啦，咁咧就開始去即係每一年嘅 CM 咧，公司嗰個年度嘅會議咧，我見好多即係尤其是近幾年啦，其實好多國內同事好犀利嘅，即係佢哋全部啲 BV 都係億聲嘅。咁即係我坐喺台下邊咧，我就諗啊，其實幾時會輪到我咧？我真係有諗呢樣嘢係。咁我都好明白就係其實而家國內嗰個即係發展好大啦。咁所以咧就我係上年嘅8月份開始我就翻國內嘅。係啦，咁我第一個點咧，其實即係第一度翻咧，我都係翻深圳。我有比較過嘅，即係我臨上去之前咧，我做咗少 preparation，即係少準備啦。就係我都會去比較深圳，即係我第一個點翻去深圳好啲啊，定係去廣州好啲？反正我都冇人物㗎啦咁樣。咁因為我知道廣州嗰邊咧，其實因為我諗大概10幾年前啊，已經開始咧有保險公司咧就上廣州，因為上邊係講白話嘛。咁即係容易啲開發，咁所以咧就深圳就近少少，咁但係近呢幾年其實都好多人已經上咗去，咁但係我嘅諗法，我唔知正唔正確，其實國內啲同事可以分享翻俾我聽，因為咧我知道好多即係好多其他省份嘅朋友咧，佢哋都會去深圳嗰度揾機會嘅。咁所以咧，其實人嘅流動性比較大啲，咁我咧就決定就翻咗深圳先嘅，係啦。咁好啦，咁翻深圳，咁第一件事做咩咧？都係其實做 recruitment 嘅，即係去請人做招聘。咁咧就招聘咧，其實就 OK 嘅，因為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自己帶團都唔叻㗎，即係我好羨慕嗰啲咧，好多百幾人啊嗰啲 team 好羨慕佢哋。咁變咗咧我就想向呢個方向行開頭。咁但係後尾慢慢咧，我覺得咦唔係喎，好似國內嗰啲即係個做法咧，就係請咗嚟。咁training 完咧，跟住就可能都會先從佢身邊嘅周邊嘅朋友啊、親戚啊去介紹公司產品啦，係啦。咁但係咧，我見到好似個 turnover 好大啊，
即係即係嗰個人流嘅轉變嘅速度好快，即係可能4個月、半年度咧就可能會換一批咁樣。咁即係我又問自己啊，其實我自己係咪想咁咧？咁我好似唔係想咁嘅。咁所以咧去到比較近期啲咧，就係我上去咧，其實我唔係主要做招聘嘅，我上去咧主要係揾一啲金融公司或者可能投資移民公司嘅老闆上嚟傾嘅，係啦，我就直接去揾嗰啲人嘅，係啦。咁因為我去揾呢啲人之前咧，其實我自己都做過啲research 啦，就係深圳咧，如果超過50人嘅投資移民公司咧，total 應該有33間啊，即係我嗰個年幾前啦，係啦，應該有33間。咁咧我行唔晒，我係即係逐家逐戶去拍門嘅。咁咧就點樣拍門咧就冇嘅，即係拎住個公司康宏個牌頭，因為我哋香港上市啊嘛。咁咧就好多人都覺得 OK 嘅。咁啊，即係我講話我係康宏嘅咁樣，咁啊上去啦。咁咧就行咗20間度啦，係啦。咁都算幾好嘅比例，就係都而家有2間係合作緊嘅，係啦，即係本身有3間啦，係啦。咁但係後邊有一間就即係不了了之啦，後尾就冇咗啦，係啦。咁而家有2間係有關係，即係佢會有啲生意啊咁樣嘅，係啦。咁係啦，咁我講到而家，其實我主要咧就揾一啲渠道啦。咁我叫啲老闆上嚟，其實咧就唔係面試嘅，就係上嚟同佢傾合作嘅，係啦。咁因為我嗰個諗法就係、其實咧我哋呢度好得意嘅，即係我覺得咧呢度係自己做緊自己生意嘅啫。即係雖然我哋係康宏嘅派頭，咁但係咧實質我哋都係做自己生意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尤其是同啲老闆去傾嘅時間咧，其實好佢哋會好點講啊？你同佢講話我叫你幫我埋單啊，或者可能做保險啊呢啲咧，佢唔係咁啱聽嘅。即係但係你揾佢咧話，喂，我有啲嘢想同你合作，即係傾合作，係啦。即係國內啲同事應該都會比較陌生啦呢件事，即係不如都傾下合作先㗎嘛，係啦。咁呢個模式係咁嘅。我上去傾咧，咁因為咧係雙向嘅件事，係啦，即係佢上到嚟嘅時間。咁當然佢可能係本身做私募嘅，可能或者佢公司係做啲有限合夥嘅，或者而家可能好興嗰啲供應鏈喺個上面。咁咧就佢哋一定會公司本身有啲產品嘅，係啦。咁我就同佢傾咗，其實如果你公司本身有產品，我哋睇下會唔會可以交叉有一啲共同嘅合作嘅方式，就譬如你將你公司嘅產品擺上我哋康宏個架上面賣。OK，咁因為實質我哋公司都有10幾個點啦，喺國內係嘛。咁當然攞到嘅產品，咁當然唔係我批啦，即係我哋係轉交去公司後邊做審批嘅同事，係啦。咁而 on the other hand 咧就係、咁，其實我就會同佢講，就係我自己本身喺公司咧，其實我自己定位咧，我就係做一啲傾渠道合作啦，同埋我係主要係做一啲比較高端客戶嘅生意，譬如包括投資移民嘅咁樣，即係我係用呢個開場白去同佢哋傾嘅，係啦。咁咧就我諗中間咧，其實我諗即係我諗大概收過10零份啦，即係關於佢哋公司產品嗰啲介紹。咁咧其實我就冇嘅，我就順理成章就交去深圳嗰邊嘅同事，咁佢哋有審批嘅部門係啦。咁即係我做完我嘅工作之後咧，我就直接同佢傾，因為其實咧你同佢傾嘅時間咧，你係要雙向啊，即係你冇可能話淨係喂我俾佣金你賺你幫我跑生意。其實呢個模式咧，其實佢哋唔 buy 嘅，係啦，即係。如果要上去傾合作渠道，一定要大家都要共贏先得咯，係啦，即係你唔可以話淨係賺人哋中間嗰個 offer 嗰啲咁唔得嘅，係啦。咁好啦，咁講翻點解有呢幾個 case 先啦？嗱，其實呢幾個 case 咧 total 咧其實係點解有幾億咧？就係總共咧係6個投資移民嘅客啦。咁咧佢哋咧就後邊咧就除咗做投資移民之外咧，就後邊再加張 ELS 係啦。咁但係開頭我傾嘅時間咧，其實我就會將我自己去 differentiate 同其他公司嘅唔同，因為咧投資移民公司而家好多咧已經同俾人即係拍晒邊㗎，即係已經係同晒銀行啊、同晒證券公司啊嗰啲已經合作緊㗎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其實嗰個優勝之處咧，就係其實第一我哋嘅嗰啲嘢要獨特啊。即係要用 unique 先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就自己去諗啦，諗一啲方法就係一個整個套餐嘅形式咧，就去介紹嘅。即係我做投資移民咧，就唔係買單一產品，唔係買股票，唔係買單基金，係啦，而係整套方案去做嘅，係啦。咁
我啲同事咧，深圳嗰啲同事咧就幫我起咗個名啦，呢個叫老三套，係啦。咁咧就我而家都成日我嚟做敲門磚嘅，係啦。咁其實嗰個logic 好簡單嘅啫，就係、總之咧投資移民嚟香港，咁啊1000萬大家都知㗎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咧，其實我而家同客戶講咧就係、你俾一筆錢我，咁呢筆錢咧我可以同時幫你解決3個問題，係啦。咁第一個就係話我可以幫你買一個人壽保險，咁呢個咧係巨額嘅壽險嚟嘅，咁咧就保額咧去到4至6千萬 ，OK， 咁咧就保到佢121歲嘅。係啦，保到121歲嘅，咁咧就第二個咧就係幫佢全家攞身份證啦 ，OK， 咁第三個咧就係幫佢設計個養老嘅計劃，咁咧就喺佢大概60歲、65歲咁上下嘅時間咧，佢可以攞翻嘅錢咧大概有3000萬到啦，咁啊，如果即係以我哋9厘嘅計算方法咧，就係3095萬啦咁樣，係咁咧我就話其實嗰筆錢投資移民1000萬就得㗎啦，咁但係咧 on top 咧你只要俾多400萬。即係加埋1400萬咧，其實我就幫你可以同時解決呢3件事。咁咧我就問佢哋有冇興趣去繼續了解嘅，係啦。咁好啊。咁其實有興趣之後咧，其實我自己咧就做咗，係啦，我自己咧就做咗個PowerPoint 啦。sorry。係啦，咁咧我自己就整咗個咁嘅嘢，係啦。咁其實係咩嚟嘅咧？就係即係頭先我講嗰幾樣嘢啦，即係具體啲嗰個流程啊，就係第一個階段咧就係嗰個巨額保險啦。因為咧國內嗰啲有錢嗰啲人咧，其實咧保險幾大額佢哋都聽過㗎啦。咁但係咧，如果個槓桿，即係佢哋做生意啊嘛，做生意多啊嘛，咁咧就佢哋會eye catching 嘅地方咧就原來我俾筆錢，其實我可以槓桿去到10至15倍，買到一樣嘢嘅。咁其實佢哋好有興趣去聽，係啦。實質上係個 U-Life 嚟嘅啫，係一個萬用壽險，係啦。咁咧佢啊俾首先俾14萬先啦，咁咧就買咗個呢個我係用公司買到嘅 AIA 啦，同埋 Transamerica 兩個仲有 Manulife 都好似得嘅，係啦。咁但係咧，我比較過咧，就應該 Transamerica 全美人壽嗰個咧就嗰個息口會低啲，係啦，同埋佢審批嘅時間咧冇咁複雜啊，係啦。咁咧就基本上咧，佢俾14萬啦，咁咧就買到個4至6千萬保額嘅人壽保險。咁啊4至6千萬視乎佢有冇食煙啊幾多歲嘅啫嚇。咁跟住咧就會拎呢張保單咧去做抵押貸款，抵押貸款，佢哋就即係明㗎啦。咁咧就會同香港嘅 private bank 咧去做抵押啦。咁抵押咧就可以貸翻1000萬出嚟，係啦。咁我有問過嘅嗱，其實咧再平啲嘅做法咧，12萬都得嘅，12萬咁可以按翻1000出嚟嘅，係啦。咁但係咧就呢個對於我哋嗰個佣金有影響，我知道，係啦。咁咧就即係好似係會分10年定8年出，咁跟住咧就好個 portion 會細好多嘅，我哋係啦係得嘅。咁但係即係大家得個支持啦。咁14萬係唔影響大家嗰個收入嘅情況之下，就係14萬咯，係啦。咁貸翻1000萬出嚟，咁其實咧嗰個息咧，其實而家佢因為借1000萬咧，佢係俾緊2厘至2厘半到啦。係啦，咁啊1000萬計，咁啊即係1年咧就俾緊25萬息，係咪？好啦，咁另外嗰張保單咧，因為我呢個係用緊Transamerica，咁咧佢咧頭3年咧佢 guarantee 嘅，綠色嗰個咧其實係 AIA 嗰份單嚟嘅，係啦，黑色嗰個咧就係 Transamerica 嚟嘅，係啦，咁咧就頭3年咧佢 guarantee 就係4.75厘啦，咁但係留意啦，呢個4.75咧其實佢係用14萬嘅4.75去計數，就唔係1000萬喎，因為佢實質等繳咗1400萬啊嘛，係
係咪？好啦，咁即係話頭嗰3年咧個息係已經夠冚㗎啦。嗱，不過留意佢呢張單個息咧，其實佢係擺張保單度嘅，即係唔係 cash 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個客咧就要自己拎咗25萬出嚟先，咁但係咧佢嗰份保險咧就會有利息收嘅。OK， 不過嗰啲唔拎得出嚟住，係啦。咁好啦，3年之後咧，其實佢而家派緊就4厘息，4厘，係啦。咁咧，但係佢3年之後都有個保底嘅，即係保證咧就2厘25啦，係啦，係啦。咁呢2厘25咧，其實乘翻14萬咧，就都一定多過佢俾出嚟嘅息嘅。咁即係講咩咧？就係、第一就係話呢1000萬係免費借出嚟啦。咁第二咧就係、其實佢實質係俾咗400萬，咁就買到4至6千萬保額嘅嘢。咁所以咧400萬同4至6千萬比咧，咪10至15倍咯，係啦，即係。呢樣嘢係個操作好簡單啦，係咪？咁啊，跟住第2步咧就係將嗰1000萬咧就買企業債。咁而家我哋公司咧其實有8隻以上嘅 corporate bond 係啦，咁係可以做投資品嘅。咁我嗰陣時買呢個產品嗰陣時咧就係上市啦，1207係啦。咁咧就佢係一啲叫做零息債券嘅嘢啊，係啦。咁個客只要俾1000萬，咁咧上去律師樓簽完字之後咧，1個月之內上至咧就會出翻張支票俾個客，咁咧就係250萬。咁而7年之後咧就會俾翻個本金個客嘅。咁嗱呢個咧個客戶成日都會問，如果上至執咗笠咁點？應該都常聽嘅呢樣嘢係啦。咁執咗笠咁點嘅咧？其實因為佢後邊咧有一間公司叫 Ample 啊，咁啊，即係我唔知我自己可能比較少喺公司聽 talk 咧，咁所以我唔知公司有冇介紹過1207。因為後邊嗰間公司我係問翻投資移民部嘅同事，跟住佢俾啲 information 我，咁我大概知件事係點樣啦。咁嗰個 Ample 咧其實係一間叫保薦人嘅公司嚟嘅，即係佢係類似擔保，萬一上次執咗笠，咁咧佢就會代表 Ample 就會代表上次咧還翻1000萬俾個客嘅。咁呢樣嘢係有 contract 嘅，因為我上去律師樓簽嘅時間咧 ，Ample 佢有即係喺律師面前簽呢樣嘢嘅，係啦，咁所以安全啦 ，OK。咁好啦，不過而家咧好似冇咗250萬，我知道，即係好似去翻220萬嘅啫，係啦。咁應該好似係個 quota 問題到咗啦。咁跟住，咁當然啦，個客係可以攞翻250萬息走嘅，咁但係咧，我哋做理財㗎嘛，咁咧就。咁佢係幫佢再做其他嘢啦。咁咧就我就即係幫佢擺咗落去第3個階段。其實咧大概嗰個計法咧，其實你大家可以翻去計一計。其實咧最基本佢呢250萬咧擺4至5年度啦。OK， 即係分開可能50、50、50分年咁樣擺咧。咁基本上咧佢9厘嘅話咧，即係我呢度寫就係、如果係跟翻投資移民嘅時間，譬如佢開個7年 plan。OK， 咁佢9厘會攞到幾多錢？如果係貨養老嘅減年嘅，又攞到幾多錢？即係大概有個 picture 俾個客知，係啦咁樣。咁咧其實呢個就我所講嘅老三套啦。咁咧其實我想話咧，其實而家我已經喺上邊咧都見到有人咧就再即係整緊呢樣嘢啦，已經係啦。咁唔知邊個抄邊個啦嚇？不過我自己諗啦，係啦。咁其實咧就對於啲高端客戶嚟講咧，其實佢哋都會比較有興趣去聽呢件事啦。我最尾呢幾億嘅單咧，其實唔係咁買嘅都，你聽好似唔知其實最尾個客咧，佢係淨係買第2同第3階段，因為其實佢哋本身係分開㗎啦。嚇咁我就同個客講就係嗱，因為保險嗰部分咧，其實佢係申請嘅時間咧，佢做 underwriting 就好耐啦，咁就要做體檢啦、跑步啊、做跑步機嗰啲嘢啦。咁其實嗰個客咧，其實佢最尾咧就係一個家族嚟嘅。咁佢哋其實喺內務嘅，即係嗰間公司本身嗰間公司嘅內務。咁佢哋做啲沙漠化治理啊，做啲能源啊，做天然氣啊嗰啲嘢。咁咧市值咧就都有超過200億嘅，即係嗰間公司係啦。咁咧係啦。咁啊講到呢6個，其實 total 6個人啦。咁呢6個人其實係咩人嚟嘅咧？就係嗰個集團入邊嘅第2代嚟嘅，係啦。咁佢呢6個人咧，其實佢要落嚟香港，佢有一啲動作要做。咁因為佢本身喺即係 A 股市場喺國內已經上咗市嘅間公司，咁佢希望喺香港嘅資本市場嗰度上市。
咁所以咧佢就即係用佢哋嘅仔女嘅名義咧，就喺香港做投資移民，攞咗香港身份證，跟住就再進一步做其他嘅動作嘅。OK， 好啦，咁啊講到我點樣識呢個人啊，不如係嘛？其實咧好老實講，其實我就係通過頭先我講嘅渠道去傾，去揾啲投資公司老闆啊，去揾啲投資移民公司老闆啊，去上嚟傾。咁咧，我係咁樣傾翻嚟嘅，係咁樣傾翻嚟嘅。咁點樣傾嘅咧？即係咁我同佢講話，我係做渠道嘅，咁啊跟住就介紹我哋公司做啲咩啦。咁但係當然我自己 position 我自己都係做中高端嘅咁樣。咁我你哋有冇做上市㗎？你哋公司有冇幫人 IPO 啊？咁樣。咁啊，其實我唔熟嘅呢啲，我唔熟嘅。咁我覺得有啦。我哋公司都上市啦，點會冇啊？即係有話。咁咧就咁我咁你有冇做 M&A 嗰啲㗎？有冇做啲股權併購啊？有冇做嗰啲咁嘅嘢㗎？咁我其實即場反應就梗係答咗佢有先嘅。咁就係答完之後就翻嚟去惡補啦，自己都係咁㗎啦，我哋係嘛？咁即係我係咁啦嚇。咁咧跟住翻嚟咧，我就問 CIS 同事係啦，即係問下佢喂 IPO 點搞㗎？即係如果幫嗰間公司搞上市有啲咩手續啊、律師啊、會計師啊嗰啲，我哋點樣安排啊？等等好多嘢係啦。咁因為個切入點咧就係佢哋就本身諗住喺香港上市啊嘛，係咪？咁啊，所以佢會比較問得多關於IPO 上市嗰啲問題。咁咧就除咗問公司之外，我自己當然有一啲身邊有啲做 private bank 嘅朋友啦，嚇，亦都有一啲做證券嘅朋友啦。咁咧就都問佢哋嗰啲意見，咁啊去偷師去學嘅。咁咧中間我諗其實呢個成個 case 傾咗都8個月以上，即係有8個月係啦。咁去到最尾咧就係獨個人咧就淨係買咗上市嗰個投資移民嘅 product 係啦。咁點解會有咁多即係嗰個 BV 點嚟嘅咧？因為咧其實我開頭講嘅時間係14萬啊嘛，係嘛？咁佢就翻去公司咧就同公司攞個 budget， 攞咧都係每個人14萬 ，OK 係啦。咁但係最尾咧佢哋就冇做保險，係啦，就淨係做第2、第3嚿。咁好簡單啦，咁啊14萬，咁啊減咗1000萬去做上市，咁1000萬就回翻250，咁即係話實質仲有650萬啦，係咪？咁啊仲有650萬，咁啊去到嗰個位置咧，其實就好似街市買菜咁嘅，即係講嗰張單開起場，係啦，咁咧因為基本上嘅信任已經喺度啊，即係同佢哋嘅信任喺度，咁所以咧其實佢就即係佢就問我咁究竟點樣擺㗎？呢個戶口點樣用㗎咁樣？咁我同佢講，我話其實就即係都係25年啦。總之咧，你頭嗰18個月嘅錢係唔得嘅 ，OK， 你一定要擺到尾㗎啦。咁咧反而之後你再擺嘅錢咧就隨時都得嘅 ，OK。咁咧就我就即係當然咁講話即係而家係用緊 EXA 個 plan 嘅喎，係啊 HOUSA 個 plan 嚟嘅，係啦。咁咧咁我就話。EXA 嗰邊係有啲 bonus 啦咁樣，咁佢個 bonus 計法係點咁樣，咁佢一聽就咦，哇，原來佢擺得頭多，佢可能個 bonus 會多啲㗎咁樣。咁我話佢個操作係咁，不過你要留意啦，即係頭嗰18個月係唔喐得嘅 ，OK。咁我唔緊要咯，反正呢度呢筆錢其實都係俾佢哋淨係投資移民用嘅啫。咁實質上後邊佢哋啲阿爸阿媽咧，其實佢哋真係想做啲資產傳承嘅，即係佢哋會慢慢喺國內咧。就打啲錢落去俾佢個仔嗰啲女，係啦。咁所以咧就呢個係只不過係開場嚟嘅啫。咁佢之後會仍然繼續俾錢佢嘅。咁啊，即係個戶口用得好嘅，咪繼續擺錢咯。即係佢都係咁嘅意思，係啦。咁所以最尾咧就變咗係一個客嚟講咧，就一個上市啦，就再加300萬年供，25年嘅 plan， 係啦。咁咧就7500再加1200咯，因為上至嗰個係1200㗎嘛，公司計數。咁而家公司有出1010，我哋有自己債券，咁啊吸引啲啦，係嘛？有2000即係乘2 BV 㗎嘛，係嘛？咁不過佢就冇零息債券呢樣嘢咯，係啦。咁啊冇嘢嘅，有啦，有唔難嘅呢樣嘢，係啦。咁但係 anyway， 即係總之嗰6個 K， 即係6個客戶咧就係咁樣簽咗，係啦。咁而家最後嗰個客其實咧。6個嘅1207做咗啦，5個嘅 EXA 做咗啦，咁仲爭1個未到，咁咧就應該下個禮拜會落埋嚟啦。
咁關於個 case 個情況係咁樣啦，係啦。咁我覺得即係而家如果講翻關於而家貼題少少啊，咁其實點樣揾渠道或者係點樣同啲高端客戶傾咧？即係我覺得我上去大陸嘅時間咧，其實我自己都 ground 咗我自己嘅，講真，即係因為我見好多同事咧，尤其是即係可能做得耐啲嘅同事啦，咁咧好有即係有自己固有嘅諗法啊，即係喂我哋香港上嚟嘅，我哋理財都做咗好多年啦，乜即係咁樣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首先我自己個態度我唔係咁咯，即係我上去我同每一個傾嘅時間咧，其實我都係即係大家係咁高咁大嘅，即係我唔會話我教你嘢或者係咁樣，即係我唔會用呢個模式，而係即係我係想好願意去聽大家又尋求一啲合作嘅機會，睇下有冇可以大家一齊發展嘅嘢咁樣。咁我係用呢個心態去上去同佢哋傾。咁所以咧，其實咁當然啦，中間我背後有啲同事問我喂，你使唔使飲好多酒㗎上邊？即係對煙俾你食，你係咪一定要接㗎？咁我覺得而家唔係嘅。同埋我想話咧，而家我上去傾嗰啲合作渠道咧，主要都係佢哋中意飲茶多嘅，真嘅，即係中意飲茶養生啊，係講健康啊，即係向到呢個方向，唔係好似以前嗰啲飲酒飲到死啊嗰啲就唔係嘅，係啦，咁會有呢個地方唔同咯。OK， 咁當然我今日即係準備嘅嘢唔止呢度啦，其實咧講翻啲 update 少少啦，其實咧因為而家上邊咧，我估啊，其實我諗個大方向咧，嗰個環境咧就係、我諗大概1-2年之前咧，就大家都係買緊私募基金嘅嚇，私募買完，私募基金做完唔得啦，跟住咧就變咗有限合夥，有限合夥嗰啲產品，有限合夥又唔得啦，跟住咧就而家比較興嘅就係 P2P， 即係而家 P2P 網貸嗰啲啦，借錢嗰啲。咁咧再新啲咧就係講供應鏈嗰啲嚇，咁啊前海啊嘛，因為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而家國內咧其實好似我哋大概80年、90年、80年、80、90年代嗰陣時嘅我哋個香港嘅情況咁樣，即係好多都係尋求緊一啲新嘅產品或者可能一啲新嘅做法係啦，咁我覺得我哋都要配合嘅呢件事，咁所以咧我 on top of 呢個嘅介紹咧，其實我上邊加多個叫做家族信託啊，有冇人知道家族信託？有冇聽過啊？應該聽過啦，嗬。有啲有啲冇。咁咧呢樣嘢好似有少，即係公司我唔係好十分 sure， 而家公司有冇做緊呢樣嘢啊？不過咧，其實係因為我出去傾嗰啲合作翻嚟之後咧，其實有啲咧係做信託嘅，有啲即係好多唔同形式嘅人都有。咁咧機緣巧合我識到一個咧，佢係香港公司嚟嘅，咁咧個老闆係 PhD 嚟嘅，係啦。咁有機會我會即係邀請佢一齊過嚟，咁去介紹下家族信託係啲乜嘢。其實而家好流行嘅嚇。咁基本上咧，其實係總之簡單啲講咧，上邊講嘅信託同而家我哋香港我哋而家做緊呢個信託係兩回事嚇，首先要搞清楚先。咁個信託個形式係咁樣嘅，即係個客其實本身咧佢係委託人或者我哋叫自然人啦。咁咧其實佢將佢咧就係通過一個信託，境外香港嘅信託，用香港嘅信託法去設立一個信託。咁呢個信託咧就我哋裝住佢下邊啲資產嘅。OK， 咁咧係可以做得到咧，就係佢嗰個信託公司下邊咧再 hold 3間BVI 公司。OK， 其中譬如 A 公司嘅，咁佢係 BVI 啦，咁咧佢就 hold cash 同埋 hold 股票，即係直情要即係教啲客咁樣做。我意思講呢樣嘢係教個客，你要有呢個 concept。A 就係擺現金同埋擺股票啦。咁 B 咧就係我嚟擺不動產嘅，擺物業係啦。而 C 咧就係我嚟擺其他資產，譬如飛機啊、遊艇啊嗰類
係啦，咁啊分開3間公司。我想話而家個 market 咧，其實 private bank 咧做好多嘅，因為佢哋個個都係對住國內客噶嘛，係咪？咁但係 private bank 咧可以做嘅咧，因為佢哋牌照問題啊，佢哋淨係做到 A 嗰橛嘅啫，即係做到呢橛。係啦 ，B、C 佢哋唔得嘅 ，private bank 做唔到嘅。係啦，咁做呢樣嘢有咩好處咧嚇？其實就係第一，佢如果做咗個信託之後咧，佢個老闆做生意嘅，譬如佢有任何債務問題、稅務問題，全部都可以通過呢一個形式咧，可以即係可以合法地離開咗嘅。即係話佢唔需要交稅啦。需要即係有啲債務問題，唔會令到佢，因為譬如我當我係老闆 ，OK， 咁我下邊有3間公司，譬如我 A 公司我執咗笠破產，咁但係咧香港如果你係自然嘅關係咧，你會影響到 B、C 公司，你都啲資產都會被凍結㗎嘛，係嘛？因為你係老闆嚟㗎嘛。咁但係而家個做法咧就係將佢隔離咗，即係將個擁有權同埋嗰個擁有權嗰個資產個擁有權咧，就同嗰個人隔開咗。咁咧，所以咧就變咗佢就可以安全啦。咁而個受益人咧係可以佢隨時 assign 嘅，即係佢可以個受益人 assign 翻俾自己都得嘅。即係譬如咁講嗱，譬如我有層樓，咁咧我就唔用自己名買啦，我就將佢裝咗落個信託度。咁嗰層樓衍生出嚟嘅租金收入咧，就可以去到點樣咧？就係個受益人可以寫去。即係佢假設啦，就係寫去電燈公司就俾電費嘅，煤氣公司就俾煤氣嘅，咁另外一個其餘嗰啲咧就俾我自己嘅，可以咁樣做添嘅。OK， 咁主要個目的就係將佢啲資產安全隔離咗。OK， 咁而嗰個境外信託公司，即係嗰個境外信託啦，咁同嗰邊嗰個信託公司咧，嗰個受託人啊，嗰個受託人咧。可以係間公司，亦都可以係嗰個客戶佢指定嘅一個人都得嘅，人都得嘅。OK， 咁好啦，咁其實點解講信託咧？今日因為咧我就將呢件事咧再擺咗喺頭先我講個老三套上邊。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 always 我哋翻上去國內咧，其實最緊要係你有冇個亮點啊！即係有冇人我要揾你買，我要揾經理，我唔經其他咧，係咪？即係如果我哋係淨係鬥產品或者淨係鬥 rate 嘅，即係鬥嗰個佣金啊，嗰樣嘢咧，其實係冇得鬥嘅，係啊，因為好老實，公司個平台咁大，基本上我咁講啦，其實我哋去揾一啲合作或者揾客戶咧，你聽到康華咧，基本上我覺得啊，佢信咗一半㗎啦。講真嘅，即係因為個品牌大啊嘛，咁其餘嗰一半就靠咩咧？靠點解要揾你咯？係即係好老土嘅講法，但係事實嚟嘅。咁其實我做咁多呢啲嘢個原因個大前提就係我想話俾你聽，話俾人聽我做緊嘅客，第一我係做緊呢一類型嘅客先 ，OK。第二係我識做嘅呢啲嘢 ，OK。你唔識你可以揾我 ，OK。就唔係話我單買一個投連險俾你啊，我單買一張保險俾你啊咁樣。其實如果唔係我點解揀你咧？係咪先？即係所以我覺得我而家做緊呢樣嘢嗰個功夫咧，其實好老實講冇辦法嘅。係啊，咁呢啲 PowerPoint 我可以 send 翻俾大家嘅，即係唔使影係啦，係啦，係咯，咁就不如講到呢度，不如答下大家問題先啦，即係。係咯，你哋想知啲乜嘢，不如你哋直接問啦，好嘛？咁我諗會有效啲。就是你那个老师，那第一步就是通过万用寿险去做嘛。其实你是富二代的话，那个保险公司会对他们的一个资产，因为你为什么能够承保你这么多这么大额，他们肯定会去查的。如果是一些富二代的话，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實咧，關於如果是富二代的話呢，當然第一，對於保險公司，他們要審批嘛，對吧？他們要審批他們的過往的資產啊，要審批他們有沒有這個資格去買這麼大的保額嘛，對。是這樣的，第一真的要看客戶哈，因為審批的不是我審批嘛，最終也是保險公司去審批嘛，對不對？他們的看法，或者是他們要求。那個客戶有多少資產證明，這個是每一家保險公司都有不同。但是
比如说就好像我这个 case 啊，实际上我问过，传美人寿他们说是 OK 的，因为实际上那个家族他们的公司在国内哈，在百度一找的话呢，就第一第二就是他们，我达到他们的名字，第二个就是他们 ，OK。啊？不是，暂时也不方便说，因为他们在香港搞一些上市的动作嘛。我还有好奇问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你那个把那个保单给他们讲抵押出来1000万的话，其实目前我了解比较局限，你其实是要在私人银行开一个100万美金的一个私人户口。你那个地方你没有把那1000万的那个本金加进你那个框架里面去啊？不用。为什么呢？直接可以把保单拿出来。为什么呢？那个呢？你说的那个呢，叫这个我是保单贷款。对。OK， 但是你说的那个呢，叫保费融资。保费融资的意思说呢，你投，比方说你100万，如果说100万美金的话呢，现在50万美金都可以开了已经。你交的保费，然后因为你在私人银行开了账户。投资他们的产品，然后因为这个动作，然后呢，银行就会愿意贷2倍你的投进去的钱，然后但是这个必须有一个规范，就必须要买这个保单。所以说，客户投50万美金的话呢，他就可以变成100万的美金去买一张保单，这个是杠杆不同的问题。但是我这个呢是首先现付嘛，现付1400万，然后可以贷1000万出来嘛，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做一个保单贷款，然后就因为你就没有做一个投资，就相当于另外一部分钱，我只是需要把1400万交进去的那部分钱贷1000万出来，做这个保单贷款是吗？对。但是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动作呢？为什么？就是让我们的 BV 多。实际上来回转。不是，实际上呢，我做的这个老3套啊，我算过了，第一个呢是1400到1500万 BV， 第二个呢上市是1200万嘛，然后后面的看年期咯，对吧？如果是100万的话呢，就25年就2500嘛，加起来就5300、5100、5300左右。但是我现在一个是8700嘛，对，所以实际上呢，保险呢，我觉得哈，我本来是怎么设计的？第一，客户高端的客户，他们需要的不是回报。你做什么的投资也没有他们赚钱那么厉害，肯定的这个100%。OK， 他要放贷的话，如果他有钱放贷，4/3、4/4，对吧？一个月，1年就36到40多，对吧？利息啊，这个高利贷都听过了啊。所以你跟他说回报是没用的。OK， 所以我就反过来，我就首先必须要找一些他认可的产品，比方说保险。OK， 保险的话呢，很多国内的朋友都已经非常安心哦。如果你跟他说是 AIA 的，他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对这个公司认可嘛啊。保险第一步啊，首先先入为主，就首先他认可保险。OK， 第二就是做那个企业债嘛，企业债大概我的描述的方式就是说其实后面有一个保荐人，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在香港里面说哈，差不多有一家保险公司在担保这件事情啊。假如他倒闭了以后呢，还有一家保荐人公司会去保障你这个1000万。OK。这个保单这个合同呢，其实我问了公司很多次，因为这个是客户资料就不可以发出来。但是呢，我亲眼看过，他签那个合同的嘛，在律师楼签的嘛，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些投资移民的那种企业债券1000万的，相当于都有一个担保公司去承保，
就不涉及到以後債券違約的問題嗎？沒有，我說的是1207這個上至，啊上至。這一支而已。對，這一支，其他的應該都有，但是詳細一點的要問投資移民的同事、部門的同事啊。這個呢，這個是我自己查的，在網絡上面找的。係啦，其實咧佢佢係因為佢係保薦人啊。咁咧，我 suggest 大家咧，如果真係想做呢邊嘅生意咧，你去查下，真係自己去揾下啲資料。香港咧，如果要做保薦人咧，其實個要求非常高啊，要求啊，即係佢保險公司咁高，即係佢唔需要話抌咁多錢去，但係佢註冊資本都10億㗎，係啊，即係佢就係去擔保一啲公司就係用，即係佢嘅資金來源咧就係一個股本本金啦，或者係可能向被擔保方咧，或者係嗰個發債權人咧，就收取個擔保費。其實佢係做緊擔保嘅，呢件事係 OK。咁咧呢個係佢哋個網站嚟嘅 ，Ample 啊嚇 ，Ample 係啦。咁你哋有興趣可以上去自己睇，啲字比較細啲嚇。咁咧呢個係佢個 reference。咁我上佢網站睇咧，佢都唔知成140幾間，佢即係幫過140幾間公司做擔保，即係譬如當佢間公司 IPO 上市嘅時間咧，佢要保薦人幫佢噶嘛，即係一間公司要上市嘅之前啊，咁佢係做過100幾間公司，幫佢就做上市保薦佢哋上市嘅，係啦。咁嗰邊第2排第2個啦，係嗰個就係1207上市嘅，係啦。咁我事實上我都遇過啲問題嘅，就係咧。會話喂，上至做房地產嘅喎，做房地產啊，會唔會不安全啊？很多然後我就跟他說嘛，其實第一，你現在買的第一不是他公司的，其實有幾個保障的範圍。第一個，你買的不是他們公司股票，這是第一啊。股票的話也有分優先股、普通股，對吧？但是你現在是買這家公司的債券，如果說它倒閉了以後，必須要償還的那個順序啊，首先是債券嘛，對不對？這個是第一，然後後面是優先股啊、普通股啊，然後後搶債項啊這些啊。但是呢，第一個你買的是他的債券，這個是第一。第二，後面有一家保薦公司去擔保他，你還擔心什麼呢？如果說他真的倒閉了以後，這個上至也會幫他就是償還這個1000萬。然後他在律師樓簽的文件上面呢，其實也寫得很清楚，就是上至他是什麼角色，然後在這個交易裡面啊，其實他要負責的範圍是什麼，所有都是在律師樓簽，所以對於客戶來說他就比較安心，因為同埋咧，因為咧我講上次呢個產品嘅時間咧，其實我係接觸到嗰個內蒙嗰間公司嘅 CFO 啦。咁咧即係佢好熟啦呢啲嘢，咁佢去睇嘅時間咧，佢都話 OK 嘅，呢個比較認可係得嘅，即係佢覺得呢間公司係 OK，就算係房地產佢都知道，因為佢喺上海有好多物業，有好多酒店等等，係啦咁樣咁咯。其實我都想問翻老生嗰度，咁佢第一、第二、第三階段，其實可唔可以簡單嚟㗎？可能佢第一階段係買一個大額人壽。其實係作為，其實可以講話係作為第二階段貸款1000萬咁樣買嗰個債券咁樣。sorry 唔好意思。即係其實會唔會係佢第一階段嗰個大額人壽保險14萬嗰度啊？其實都可以作為佢可能有啲人冇咁多流動資金，咁就作為係買呢個大額人壽咁去貸翻1000萬，即係佢攞翻1000萬現金出嚟。可以。係咪都可以咁樣？可以。O.K. 咁你講咗嘛？如果佢譬如第一、第二階段咁成個階段 process，然之後包括埋攞埋個250萬嘅息嘅話咧，大概要幾耐時間？嗱，其實最長嘅時間咧就係保險，要半年嘅，依家半年嘅，係啦，即係佢要做體檢啊、做 credit card 嗰啲嘢，係要咁耐嘅。O.K. 咁即係我講保險嗰 part 係直至到佢出埋1000萬出嚟。嗰個時間係啦，咁如果係上至嗰個咧，其實我譬如今日上律師樓簽，其實咧好簡單嘅啫，book房，跟住咧有律師喺度，跟住咧就 Ample 嗰間公司個老闆喺度，
咁咧就用國語講啦，即係跟住就會簽呢啲文件啦。上去應該係搞半個鐘嘅，影印晒身份證啊，簽好晒搞掂㗎啦。咁跟住就得㗎，跟住俾埋支票啦，當然。即時就會攞埋嗰張佢派息嗰張支票。唔會一個月內。一個月內係啦，咁所以即係成個流程第二個階段上至嗰個就1個月度啦，成1個月係鬆嘅，即係正常就2-3個星期咯。即係表邊都係7-8個咁樣。係啦。其實可唔可以解釋你話，如果即係如果有一個人佢唔係好多流動資產直情同佢講話，其實你可能大概攞200萬到，你點即係擲200萬喺度已經可以搞晒成個投資。擲200萬。因為你攞1400萬出嚟啊嘛，咁你派翻1000萬啊嘛，跟住上次嗰度又俾翻250萬息，其實可能都係咁樣減翻都係200萬、150萬度。唔同嗱，佢俾1400，佢可以攞翻1000，啱嗎？嗰1000要上投翻落上。嗰1000就擺去上市啊嘛，要買佢哋個企業債，咁啊買完個企業債咧，佢就回翻250啊嘛，係咪？實質嗱擺低咗嘅錢咧就400萬啦，再加750啦。係咯，即係嗱，其實睇下你做到邊個流程嘅啫，即係你做到第3個階段，你咪1400買晒咯啫。因為佢可能有啲人其實佢想嘅，但係可能佢流動嘅資金冇咁多㗎嘛，其實就睇下點樣去繼續做，可以攞盡少咗錢，又可以攞到投資。嗱，其實除咗嗱，即係除咗呢個係公司做緊嘅 product 之外咧，我覺得咧，即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即係你都要知己知彼嘅，因為我做呢個 case 之前咧，我係同緊Credit Suisse， 即係我個 competitor Credit Suisse 同緊花旗係啦，即係佢哋係有幾個 option 嘅，即係佢可以揀 Credit Suisse， 可以揀花旗嘅。咁最尾點解贏咧？因為咧，我就係話呢個問題，其實咧佢哋就係買單一 product。買單 product， 即係佢Credit Suisse 咧就俾咗一隻債券 straight bond 嚟嘅，跟住咧就5厘半息，係啦，佢要穩陣啊嘛，係啦。咁咧，雖然其實咧，我個意思贏係贏咩咧？贏就真係第一，你即係你有冇即係有冇可以 convince 到人點解要穩定先？即係原來呢樣嘢冇諗過。你可以做到呢個，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敲唔轉。其實實質係咪做呢樣嘢唔緊要，我覺得。但係佢起碼第一次佢見到你，我從你身上我聽到一啲出面冇嘅嘢，咁佢就會有興趣繼續同你傾。OK，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咁當然後邊有好多嘢啦，即係咁當然你 respond 啊，即係你覆佢係咪 professional 啊，即係覆佢啲嘢係咪專業啊，即係同埋咧少少 tricks 啦，即係咧講即係做投資問下咧，我會拎個 calendar 出嚟嘅，唔知你有冇試，即係有冇諗過啦，或者試過拎個 calendar 出嚟咧，我就會數嘅，即係數日子啊。嗱，譬如日曆係啦，咁咧就如果譬如你今日開始簽文件，跟住咧你隔3日，我哋公司就會有個姐姐打電話俾你，跟住你7日即係幾多號咧，你就會收到啲乜。跟住幾時咧，你會做到啲乜？我拎個 calendar 數俾佢睇嘅，係啦。因為其實嗰好易嘅，即係你報一次你就知道啲日子，3日、7日，跟住就2個月，跟住幾時要過嚟影身份證、影相，係啦。咁我數俾個客睇咯。咁所以其實佢會即係佢自己又安心，因為好老實講，做得投資移民嘅客就一定未做過投資移民啦，係嘛？即係佢一定唔識㗎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即係你話到俾佢聽，我係熟嘅，咁呢樣嘢可以加晒分。嗱，咁當然公司嘅平台都係見到之後，即係 Convoy，咁佢哋只要上市，其實我覺得都有幫助，即係幫助唔少嘅，係啊。咁但係我哋要做嘅功夫，或者我自己我諗啦，我自己要做嘅功夫就係我點樣將自己 sell 自己咯，即係我點樣去推銷自己。其實咧第一真係當中入邊係我相信啦，其實咧係有 luck 嘅成分係真係嘅，有幸運，
先冤先冤係咁嘅嘢。其實因為但係咧，我覺得我係咁樣嘅。其實咧我喺國內去揾啲合作啊，揾啲渠道啊，啲老闆上嚟傾咧，我每一個都自己見嘅，我每一個都自己見嘅，即係我唔會，我國內有 PA 嘅，嚇有個秘書，但係我唔係揾佢見咗先，我係自己見嘅，係啦，咁但係我知我 claim 我自己其實都算 OK 勤力啦，係啊，即係我上去一日我見5至6個啦，嚇5至6個合作啦。咁其實或多或少咧係用個量去 cover 嘅，即係用個量去